弟弟啊，今朝那个新学期来做啊哈！今朝夜里困觉，你是发习惯在，旁边晒脱这个三男人在，你下来再领三人，领得上就那漂亮的嘞，看看也开心的，秀色可餐。啊，调中山当年买大房子着，我只57岁刚开枪，记得我推去海结婚婚到掉呢，搿那漂亮的房子买着，本事也配太，那个是我当都要结婚的现在，你做个第二桩正巧的事体。那么第一桩啥讲？侪是侬拿本外公外婆领，好吃海、雷神海、地头海、洋洋海，关键是铜钿海。侬哪是噶？你面子真的大噶！哎，家头认得30年份，用了过那份洋钿。因为你姓董呀，现在。我要改姓厉害子，我门家来改，改到再开心的人都冷哦。再不开心啥人？一个阿姨。不忙改的数字搿那点日脚，把雷去脖子10个海里。哎，不最欢喜。现在改名为阿刁最欢喜。放来个屁！哼，阿刁同地他有本事还不大些的，少阿刁最欢喜，得死命了海吧，放眼了。不是，手上搿点人手，淘宝分拨来要铜钿，搿点铜钿应该侪是算难抽。这不等于阿刁分拆些。下趟继续贴工资，哎的，来新来个阿是哪拉块啊？往右边拐，看到没得？终极育婴室于这层面。他的眼睛张大头啊！我来帮你一条困觉的人来着啊！乖哦，你哪个？哎，你弟弟欢喜粉红颜色的。哎呦，对啊，一个儿子呢啊。学手背我没喊，下趟读起来嘛擦擦滑稽。一个儿子开箱子，一个儿子关箱子，新儿子来个新郎长毛在头那里双喜临门啊！这话太泥巴有真是。一屌人才哦！人在屋檐下，不帅也得帅。我今年呢，我是打个对吧？领子搿点么，我要蹭地铁来的。你太贵了。那点么等那踏踏哪办？搿种站台老实的呀，一张椅，啊，手手空3后来90块呀里。是个，我是打个对吧啊？知道你37到51啊。那而且这次啊，他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。来个吻。我们家宝宝是这个小区里的明星，人人都认识的。嗯，是的，哎，包括扫地阿姨都认识的。哦，这里环境好吧？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吧？旁边就是市政府，市长、市委书记都在里面办公了。拿来，上台里摆着呢哈。哦，今朝我晓得个，一路上面没有看见妹妹，两个老太婆，她觉得没劲了。侬哪是个？阿姨，你看对面妇儿院，她去年的现在出生在这里，所以说这个小区啊其实很好的。门口嘛地铁，这里公交首末站，对面嘛医院，旁边还是市政府。唯一的缺陷就是缺少学区。哎，别看关于啥个还吃么子啊，也是19块7角，臭！我每次到这里来，不在孙子身上花点钱，就好像没来。你那种最晓得是吧？啥人最欢喜？哎不，下头30年侪是为难活的。